今年叫太歲雙合，合代表人緣好，各樣事情都比較穩定嘅。所以今年嚟講咧，嗰個財運排第四，桃花運就排第五，因為合嘅意思亦都代表感情比較穩定，所以無論事業感情都係比較穩定嘅。咁屬羊吉星有太陽、歲合同埋攀案，太陽咧就係男貴人之助，歲合貴人升得貴人輔助，攀案有利地位提升。空手天空同埋晦氣，天空計劃已成空，我成日講啦，唔使有計劃，見一步行一步就得噶啦。咁晦氣咧就棘手少少，不如俾人雞會捷爆行。傾好嘅咧都容易甩拖，所以要跟緊少少啦。咁當然啦，屬羊嘅都有寒命、熱命、平命之分㗎。咁如果你寒命人，因為加埋今年咧又係雙合年，感情人緣都係唔錯，樣樣嘢咧各樣事情咧就可以積極少少進取一下。即使你係春夏天出世平命熱命人，今年運氣麻麻地，都因為太歲雙合嚟講咧，就會下降軌跡降得慢啲，甚至會有少少啲咁多進展添。